娛樂圈最易碎嘅嘢，從來唔係爆款人設，而係傳聞蓋章嘅模範夫妻標林。長久以來，單立文與胡蓓蔚都係港圈娛樂圈獨一份嘅神仙眷侶範本，唔同於刻意營業。劇本堆砌嘅禁幕恩愛，呢對相差12歲嘅伴侶，靠住鬆弛互黨通透雙向包容嘅相處模式，穩居 TVB 恩愛榜單前列。單立文外號炮哥入行數十年。既係演過《金瓶梅》深入人心嘅老牌演員，亦係唱功過硬、性情難脫嘅音樂人。佢更係盡幕外寵妻顧家、情緒穩正嘅陽光成熟男人。妻子胡蓓蔚係胡說八道會核心成員。間密圈覆蓋胡杏兒、姚子羚等一眾港圈女星。佢性格明媚通透、獨立清醒。敢講敢做二人相伴18載，冇狗血詔文，冇互撕爆料，冇財產紛爭，係港媒不下唔使演。天然甜嘅零差評夫妻，可當呢層完美內鏡。喺2026年6月12日 ，TVB 收官綜藝夫妻廢片，最後一期被親手撕開一角，世人見到嘅冇朝夕溫泉枕邊親密，只有一道橫跨12年沉默乾涸、無人共情嘅婚姻裂痕。呢期大結局專題主打中年夫妻私密情感解剖。節目組特意邀請專業性治療師何慕斯坐鎮現場，節目聚焦親密關係、生理適配、中年情、婚姻倦怠4大尖讀議題。同台嘉賓仲有麥長青、麥玲玲、賴慧玲等一眾熟悉港星。限播氣氛鬆弛，主打老友閒談，真心話剖白，冇刻意惡剪，冇劇本炒作，所有發言皆係臨場本心。邊個都冇料到成場節目最大嘅爆點，從來唔係八卦蘇文，而係一向玩世不恭、從無心事外露嘅單立文，卸下所有陽光喬裝，直白剖開自己藏咗12年嘅婚姻真相。鏡頭之下，67歲嘅單立文依然眉眼鬆弛，帶住標誌性港式氣蒙笑，語氣輕描淡寫，如同閒談三餐一般，坦然開口自爆：我同太太已經12年冇同房，冇任何親密身體接觸。話音落下一秒，限播瞬時靜默嬉笑嘅嘉賓，執筆記錄嘅工作人員，面帶笑意嘅主持人車婉婉，全部神色凝滯，綜藝熱鬧嘅氣氛瞬間落地，只剩下成年人都識得錯愕同欺近。12年唔係12個月，唔係婚姻磨合期短暫分房，係4300多個日夜，二人朝夕同住一屋共處一個家庭，卻鐵底切斷情侶同夫妻最核心嘅肉身熱坑。面對全場錯愕，單立文冇悲情賣慘，強冇刻意煽情，只用2個世俗至極直白到殘酷嘅理由，輕描淡寫解釋一切太煩，早起身7點就要開工，呢個係最敷衍嘅藉口，亦係最真實嘅中年宿命。求愛人初見只覺荒唐，深耕婚姻半生之人方能讀懂。呢份雲淡風輕嘅調侃背後，從來唔係厭惡伴侶，唔係感情破裂，而係步入中年後，被工作作息疲然消磨掏空後，一片寸草不生嘅情感荒漠。整場訪談最擊穿人心、引爆全網沙言嘅一幕，緊隨之而至性治療師何慕斯循序漸進，深挖中年夫妻親密缺失背後嘅心理動因，詢問佢長期迴避親密關係嘅底層心結，冇猶豫冇修飾，單立文直視專家脫口而出一句靈魂拷問：同房可唔可以轉運？一句話令全場鐵底迨然，社交平台直播彈幕瞬間刷屏。節目片段播出後，火速登頂港圈熱搜榜首。好多觀眾初見呢句說話，只當老牌港星擅長綜藝整活玩梗博熱度，製造節目看點，戲蒙士奇荒誕好笑，可慢離綜藝娛樂外殼褪去玩笑語態。呢個根本唔係段子，唔係綜藝效果，而係當代中年男性藏喺心底嘅無處言說嘅極致生存質問。入行半生單立文早已睇透娛樂圈規則，半生扮演百變角色，銀幕裏風流多情，肆意難脫；銀幕外必須維持陽光顧家、專一心情嘅模範人設生活入面，扮演丈夫、好友、藝人、長輩多重身份。日復一日標準化扮演情緒穩定嘅成年人，幾十年活喺人設同身份入面，佢早已習慣迎合外界，消耗自我。到咗花甲之年，連夫妻親密呢種與生俱來嘅本能都開始權衡利弊，付出精力，放下疲練配合親密。呢件事能唔能夠抵消流年唔順？能唔能夠緩解自意焦慮？能唔能夠為勞歲困頓嘅生活換嚟一絲順水？
中年人嘅可悲莫過於此愛意唔再純粹本能需要計價，連肉身相擁都要追問係咪有價值，係咪可以獲益情狀，唔再係愛意流露，而係一件需要權衡成本、考量得失嘅家事。玩笑層層遞進，刀口步步扎心。閒談之間，丹立文歪頭輕笑，又半自嘲半認真望向全場，照咁講：咁我係唔係應該考慮離婚？語氣輕快，笑意溫和，可字字沉重。主持人車婉婉當場捂住嘴巴，笑意凝滯眼底，錯愕難以掩飾。事後直言點評：炮哥夠坦白，亦夠嚇人。坦白之所以嚇人，係因為佢講出咗千萬中年夫妻唔敢講、唔願承認嘅真相。好多婚姻冇出軌、冇爭吵、冇恩怨，只係唔想觸碰、唔想相擁、唔想遷就，僅此而已。而呢段專覆所有人認知嘅婚姻，由起點開始就注定唔走世俗尋常路。2008年，丹立文同胡貝惠盛大舉辦婚禮，皆請親友官宣雙手，全城皆知二人結為夫妻。可整整18年過後，二人從未前往民政局辦理婚姻註冊登記，冇法定結婚證，唔受法律婚姻保護。呢個從來唔係疏忽大意，唔係忘記補辦，而係二人深思熟慮、雙向達成共識嘅刻意選擇，揀一段唔合法但全員公認真嘅婚姻關係。二人對此多年來對外口徑始終統一，心意高度契合。妻子胡貝惠從容坦言，佢睇淡一張紙婚書嘅約束力，心中自有浪漫執念，唔想中速領證敷衍餘生。計劃雙手滿20週年，舉辦一場專屬小眾派，對自邀約至親好友紀念雙向陪伴嘅20年歲月，將儀式感留俾心意，而唔係行政流程。丹立文則更為篤定通透。但面對媒體多次追問唔領證緣由，佢始終自信從容。全世界都知我哋係一家人，一張紙紅本子定義唔到我哋嘅關係。當時大眾冇不張，呢份高級篤定，無需法律捆綁，亦無需合約約束，僅憑信任同愛意就可以篤定彼此終身。呢個係超越世俗院、超普通夫妻嘅信任感同歸屬感，可歷經12年無性消磨，歷經歲月年歲碾壓。歷經獨處孤獨內耗，全網都忍唔住反問：一份脫離法律兜底、冇權責嘅判定，全憑心意為意嘅口頭承諾，真係足夠抵羅柴米油鹽嘅消磨，扛得住漫長歲月嘅冷淡嗎？世俗總有刻板定論，婚姻存續3大支柱：法律及等、精神共鳴、生理親密三者相互相成，方能安穩長久。一個家庭可以睇淡房產財產捆綁，可以捨棄浮華儀式。可以唔需要一張紙紅本子兜底安全感，但永遠躲唔開生死本能嘅缺失，避唔開日積月累無處疏導嘅負面情緒暗流。回看二人相戀成婚之初，滿眼皆係赤誠心情。當年婚禮見罷，丹立文當眾深情宣誓，目光篤定望向胡貝惠，直言對方係照亮自己成個人生嘅光。遇見胡貝惠之前，丹立文性情潔高戾氣重，年少風流，遼國沾族，處事隨性衝動，半生漂泊不定，心性浮躁不安，對婚姻極度悲觀，從來唔打算安定成家。係細佢12歲嘅胡貝惠溫柔包容佢所有扭角，接納佢過往所有情史同缺點。任憑佢半生戾氣，教佢安穩居家，溫柔待人，將散漫浪子改造成顧家愛人。呢份舊範式相愛，一度成為港圈佳話。胡貝惠自然丹立文嘅浮躁，丹立文包容胡貝惠嘅敏感。二人相處互能打趣，行上孤寂佢，閒暇結伴探漸裏社交平台雙向互動，從來唔避眼愛意。就算吵架，都從來唔會冷戰過夜。係圈內公認唔使演戲嘅真愛夫妻，可時光最殘忍嘅能力就係慢慢熬乾熱戀河耳，沖淡貼身愛意，消解相擁莫忘。節目褪去所有玩笑戲悶，丹立文收起嬉皮笑臉，卸下創藝保護色，直面自己心底最深嘅陰暗同軟弱。佢坦然承認自己心底隱秘，我一直用繁重工作刻意逃避身體本能嘅渴望。呢句說話擊碎咗所有厭煩早起身開工嘅表面值，從來唔係討厭伴侶，從來唔係身體倦怠，更唔係移情他人，而係歲月日復一日打磨愛意，生活常年一地雞毛消耗熱忱。
年少滾中嘅愛意被流歲疲練壓力，時差作息割裂殆盡，最後只剩一地冷卻後嘅灰林花甲之年嘅單立文。常年維持高強度演藝工作，TVB 劇組作息嚴苛，常年凌晨收工，清晨7點就要盡早開工，晝夜溫到身心透支，返到屋企只剩疲倦麻木，冇多餘心力經營浪漫，更冇氣力維既貼身親密。親密從溫情升溫，變成一項耗費體力、耗費情緒不得不完成嘅婚姻任務，本能隨之退卻微往，慢慢消亡，最後索性主動奉跛上望，用工作填滿空餘時間，隔絕所有肉身親近。佢唔係冷血絕情，唔係淡漠無情，只係愛已經降溫，心已經倦怠，無力再維繫夫妻最親密嘅級象。全網深話二人相處細節，更能讀懂呢段無性婚姻嘅特殊平衡。佢哋早已褪去愛人屬性，進階成為共生家人。節目入面仲有一處全網忽略嘅溫柔細節，嬉笑調侃全部落幕，離婚玩笑盡數收起。談及妻子胡貝慧，一向玩世不熱嘅單立文語氣驟然變軟，眉眼褪去所有翻網，音色平和，鄭重一字一句坦言：我由衷感謝佢。佢係我人生最大嘅轉機。短短一句話，先勾勒出呢段畸形婚姻最完整嘅輪廓。呢段12年零親密、18年唔領證，睇落破碎反常嘅婚姻，從來唔係唔愛，而係相愛失語。單立文對胡貝慧嘅愛意，從來都冇消散，只係徹底失去咗表達出口。年少可以相擁訴說愛意，熱戀可以貼身維繫溫情，中年只剩沉默共生，彼此陪伴佢心入面感念救憤之恩，珍惜多年陪伴，唔捨得多年瓜撐，可身心雙雙疲倦，再也做唔到主動親近，熱情相擁，愛意留存於心，表達徹底失語，只剩尊重感恩陪伴。唯獨冇情況同溫泉，更難得亦更戳人嘅係呢段失衡婚姻入面，胡貝慧始終清醒通透，雙向守住默契，從未逼迫，從未控訴，從未對外賣慘。作為港圈知名獨立女藝人，胡貝慧擁有自己嘅社交圈層、事業收入、精神寄託，從來唔依附單立文生存。佢深知丈夫身心疲倦，睇懂對方迴避親密唔係變心，只係無力愛人。於是主動適配婚姻節奏，接納分房，接納疏離，接納無性共處。二人喺屋企依然同台食飯，結伴出行，互等打鬧，對外依然合體互動，維護彼此人設，對內守住家人溫情，默契閉口唔講親密缺陷，維持一種溫和疏離、安穩共生嘅中年婚姻狀態。甚至單立文為調劑婚姻心境，自行幻想虛擬情人配音，當作生活解壓趣味。胡貝慧知情且包容全家好友，共同打趣釋懷，足以睇到二人極高嘅婚姻安全感。佢哋唔怕對方離開，唔怕流言蜚語，唔怕距離疏離，唯獨怕疲練之下勉強維繫親密，消耗僅剩嘅情誼。節目限罷性治療師何慕斯傑藏香港婚戀大數據，補充咗扎心行業真相。香港成年人夫妻親密頻率常年位居亞洲倒數。第二2022年行業調研數據顯示，本地已婚夫妻月均親密次數僅3.1次。相比2017年持續走低，絕大多數中年無性婚姻無關出軌、無關厭棄根源，統一歸於作息時差、職場高壓、荷爾蒙衰退、情緒內耗疊加。呢個亦就解釋咗單立文嘅婚姻從來唔係個例，而係當下都市中年夫妻嘅縮影。放眼世俗萬千婚姻，太多夫妻復刻住單立文同胡貝慧嘅生活模式，同住一個屋檐，共擔家庭開支，打理家事人情，作養親友往來，做彼此靠譜。家人卻早已斷開貼身親密，分房瞓零擁抱，冇晚安，冇深度談心。白天夫妻晚上鄰里，看似家庭完整人設美滿，夜晚各自承受情感孤獨。世人總習慣俾婚姻下非黑即白定義，有愛就一定親密，唔愛先會疏離，要係恩愛相守，要係離婚分開。可中年婚姻最殘酷嘅真相就係出現第三種常態，有愛但唔親近，有心但無力相擁，唔捨得分開，亦無法貼近。單立文唔願離婚，唔係氹戀模範人設，唔係忌斷議論反噬，係感恩夠fulfill，唔捨得陪伴佢迴避親密，唔係憎恨伴侶，係身心透支，本能退卻。
佢追問同房能否轉運唔係迷信虛妄，係中年人身處生活泥潭，揸住任何細碎契機，渴求生活安穩嘅無助。而二人18年佢唔領證，更係睇透婚姻本質後嘅清醒。法律能夠鑑定財產權責，鑑定身份名分，永遠鑑定唔到心動、勒望同心甘情願嘅相擁。窮本只能夠兜底離婚分隔，兜底世俗認可，兜底外界口碑，兜底子女嘅權益，唯獨兜底唔到深夜嘅疏離，填補唔到身心嘅隔鰭。回看全網兩極分化嘅輿論評價，更能讀懂大眾婚姻焦慮。一部分網友批評單立文唔負責任享受妻子陪伴夠放，但係唔肯履行夫妻義務。當眾自爆私密婚姻，消耗伴侶口碑。一部分網友共情識，懂得成年人身心不由己，比起勉強肉身迎合，體面疏離，互不消耗，已經係婚姻最好嘅結局。仲有大批中年網友共情破防，直言自己早已過上同款無性婚姻，為咗家庭安穩、世俗體面，閉口不言，心底孤獨。綜藝玩笑終會落幕，熱手熱度終將褪去可單，立文撕開嘅婚姻真相。長久叩問住每一個成年人，當愛意褪去荷爾蒙內鏡，親密被皮幻鐵底消磨，唔靠情禍加持，唔靠法律捆緊，唔靠人設加持嘅婚姻，到底靠咩走到終點？答案從來冇標準答案。於單立文同胡貝蕙嚟講，佢哋早已跳出世俗婚姻評判標準，唔求朝夕相擁，唔求肉身契合，只求低谷陪伴危難相守，彼此成全互唔傷。佢知佢半生溫柔夠富足，佢明白佢中年身心無奈，佢感恩佢重塑人生，佢包容沉默失語。12年冇性係裂痕，係缺陷，係中年無力。18年相守係深情，係成全，係餘生歸宿。教模範夫妻嘅標員碎咗都好，完美人設褪去都好，呢對唔領唔直、親密唔離開嘅伴侶，終究活成咗屬於自己嘅婚姻模樣。唔係隻熱戀人，係共生家人。唔再貼身相愛，依然終身相依。世間大多數長久婚姻最終都唔係靠愛意同親密續命，而係靠圓融包容、忍讓認命，接住對方滿身皮鱗，接納感情殘缺，帶住缺陷，安穩同行。